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客家新闻超知。台中市太雅区上月初举办的小马文化节，一直会进行到上月底。也本单是地方风格宣传活动，没想到上个20万的民众去看小马，许多人也没想到原来台湾没有小马个。其实台湾小马是用动力做的形态来种的，青岛的时节，在50人人计下，全台湾是总有25000人公顷，更加像春岛200公顷呢。太雅也是喺台湾种青岛的，也像春岛70公顷呢，主要係供应金门高粱酒来使用。台湾的小马农会少按多呢，在世界各国陆山马会提高粮食自给率的时节，台湾应该多种一些小马下来看俺那个报道。来，再一球，小心。一群小葡萄小猫咪田地路当欢喜头搞了。高第一百，总算得到诶！挑战麦田地路，小朋友弄上弄下搞唔起。也特别喺到台中市太雅区，地方文史工作者票嘅3分田来做麦田体验区，当年下上到嘅游戏主题。我们在小麦田布置了枫林，我布置了驴旗，也布置了麦草人。那这些很漂亮的画面，除了民众来拍照以外，它是一个很好的赶鸟的作用。在麦田里面有小麦的最大的天敌是小鸟，所以我们就设计了一个愤怒鸟，因为小鸟吃不到小麦而愤怒。当多年来也翕相，不过台一般的麦田是做唔得安样。麦田的功能主要还係生产，睇下風水嘅季節，農民其實唔好遊客行入麥田地度翕相，也是會浪費佢一季來辛苦。小麦啊，在大雅其实已经种植了上百年。经由我们一群文史工作者啊，就发现说，我们在发现一个大雅到底有什么样的特色是能够具它当地的代表性。但是我们一一的筛选以后，发现说，走出大雅，居然看不到这个麦田这么大片，那我们就把这个小麦啊，跟农会提起第一次的合作。今年来参加的人员呢，真的是破以往的记录了。我们根据我们的那个就是志工队哈，他们有统计有4万多人。那一天真的是他们在开玩笑说，比那个选举的场合哈还要热闹了。人家在讨起遊客，結果本遊客發現呢。也特別麥田唔單止喺天熱同禮拜6年嘅人當道，和平常日呢遊客咪不少。對9年前地方文史工作者同農會合作以來，今年嘅小貓咪文化節人簽到。唔過台遊客離開過後，地方咪開始同思考，啥期有乜特色做得結合小貓咪呢？同小貓咪生日而今年無談嘅時節，唯一含包喺度咧，就係文化創意。大雅这边最盛的时期是埔里酒厂在收购的时候，那时候大概有700-800公顷。民国80几年、84年、82年、80几年开始哈，大概有700-800公顷的，光是一个大雅地区哦，就有那么多了。但是随着绍兴酒就是已经没有人要，比较没有人喝了，所以它就没落了。他感觉农家他唔想去种入嘅小麦，因为要利润较模糊。啊，唔过今日嚟大雅有跟农会吼，有保证价格吼，本一個金門高粱酒廠哦，啊，今日金門一個地方吼菜地啊，伊全部拿一個大雅小麥吼，拿去嘅種嘅一點金門嘅，今日金門嘅個小麥種植量哈，差不多有2000公頃安多。我们大雅的小麦啊，以农民的收购价哦，它是1斤是23块钱，但是国际的粮食小麦的收购是16块以下。那这样子的角度啊，以经济面来讲，它是不够的哈。那我们的小麦的出路也只能够契作给金门当高粱酒的酒种。那我们开始在思考，如果不能够大面积种植的话，那我们先保有它的文创。有。
表面一定要磨，不然会焦化。不知道这个能不能成功哎？有没有这样的进步？游客当专心头切面团，也底部是加甜的菜体西妈咪磨的面粉。这个是我的，我的是这个，我的是这个，耶！做喺等下时间，看到自家亲手做的面包，大家就当欢喜。有派面包也没菜体想出来文创产业。整个大雅种植面积有70公顷，即使整个的大雅的小麦送去面粉厂研磨，不过半天也全部都研磨掉了。那台湾的面粉需求量这么大，一定自己种绝对不够。那我们何不把它更文化面？它可以跟观光结合，来看大雅有小麦，各地的小麦的风情是非常漂亮的。泰雅已经喺台湾青态西妈咪产体嘅，不过落期内嘅状况，前前港机场来比，西妈咪嘅农业产出色彩东西，发展西妈咪相关嘅产业链，变做嘅地方嘅出路。就像说，一颗小麦里面它分离出来的胚芽油，它可以做成很好的手工皂，它也可以在麦秆的部分烧成灰烬，它可以做很好的陶瓷品，甚至于它的废弃物捡起来的话，它还可以做成一个材料包，做成麦秆娃娃。这些相关的东西啊，它的经济价值会远比农业的产值还高。当日西妈咪牙油做出一期又一期嘅护唇膏，专长嘅做保养品嘅陈群熙咪头面，敢讲西妈咪抢做的做面包，脚就系。我都想讲，迄咩一啲东西吼，佢来表演人嘅一般嘅日常用品，冇嘅其他够有经济价值较高嘅地方。咁我哋想到讲，有個小麥有小麥嘅胚芽油，嚟做嘅像面膏，或嘅保養品，可以做護唇膏，用嘅一個手工皂底包。當然，無論係做手工嘅茶具，也有配面包，就像係西媽咪較適合用途，正經嘅太下我用到嘅行係真。一件對太甲做起嘅糕餅日子，原本想用台灣自家做麵粉，和貼配去到太雅實創實期間點，我前來麵粉廠評估，發現有設計困難。會跑到大雅來這個地方呢，是一個有個原因在的。有原因是因為大雅是我們台灣唯一出產小麥的一個地方，所以說我們也希望說能夠用到我們在地的食材來做成可口的一些餅乾、甜點之類。但是呢，因為種植的面積實在是有限，所生產出來的小麥，如果要供應一個麵粉廠來大量的來使用，麵粉廠它有困難，因為量太少了。一件日子係對一台彈茶同一台麵粉結論做起嘅，變做係食品大廠。一下佢哋嘅想法係請農民來去做。去做的話，就是想說，因為我發覺到說，我們大雅這個在鄉間的小路上面啊，經常看到有一些荒廢的或者說休耕的農田、農地啊，我是覺得非常的可惜啦。但是問了農民的問了以後呢，他們的回答是說，我種了小麥以後，誰來幫我收？所以是一個最大的一個問題在啊。所以說我當時有一個想法，就是說，那是不是我來收？我的欲望也是蠻高的，我也希望說能夠幫助我們在地的這些農民來做這一番事業。台灣西媽咪嘅刺激力到底幾大呢？泰雅本身做係隻紙牌，泰雅區公所辦了3年嘅麵食文化節，不過菜體西媽咪用嘅唔多，係講連菜體嘅麵食都冇用到菜體西媽咪，實在當冤枉。
古所区公所去年咪开作2.7公顷的西芒米田，准备提供给今年9月的面食文化节来用。我们当地的店家一直还没有普遍的运用我们在地的面食。那今年区长特别砌作了一个2公顷的地方，让这个种植的透明度它的生产履历从种植一直到成长，到未来我们9月会办的面食文化节从种植到收割磨成粉，然后让社区的面食店家还是一些文创的业者能够去运用它。去年我们就特别跟农民来做一个契作专区的一个指定契作专区，让这些农民有保证的一个面积，还有保证的一个价格。那另外我们公所能够提供有保证的一些量，可以来提供我们办活动做推广。希望说产跟销能够来做结合。一条西芒米的开作数量其实当有限，连民生的消费很当然。就算有一只基础的产能，要抢走的拿来办发通做推广，也没掩饰台湾西芒米刺激力的困难。这是荞麦，这是甜荞。我们荞麦有2种，一种是苦荞，一种甜荞。这是甜荞，这个要靠蜜蜂授粉，它才有结果。你看这个是它的果实它的果实3角形的。因为要推广西芒米文化，今年泰雅引进的几种麦草作物，一条3公芒米做上头路线，希望写清楚，看到很正经的当枪的草诶。一般来讲，3公芒米的面粉比西芒米的面粉的色木还较沉。法国人用来做无面包，日本人拿来做3公芒米面。这个是什么麦？比较平常看不到。这咱台湾算目前嘛无人咧种这啦，这是专工引进等下互看吼。这属于较大陆比较内陆较高原地带的，咱讲青稞啦，因的主食就食这哦，大陆的因的迄个所在主食啦。大概海拔大概2000公尺左右了，2-3千公尺的。一只係胡芒米，仲有國家用來配麵包。同麥田地度還看得到土蘭西芒米、泰芒米、泰西燕芒米，一條麥草作物，台灣單單完全進口，當多年就會體白看到。土泰雅西芒米种植面积的70公顷地度，总文言比13年就种的10公顷，这么7股1股。今面也台湾种西芒米青岛的农民，这个系规土的机械化实体。不过同国外种的几百公顷客家西芒米农民来比，还是少苦的。其实很多地方可以生产，但是它的产量并不高啊。在台湾这边生产的话，如果说跟稻米比起来的话，它的产量算低的。虽然价格还算可以，但是它的产量大概就是我们水稻的2/3左右吧。产量少，减产没开作同保证价市来卖。台湾西芒米做得讲无价市的竞争力。下重要是台湾温湿土的变化对西芒米的生长起当不利。学者认为要克服产量高、品质好两者要求，先天条件唔拉。小麦这些麦类都是温带的作物。那台湾呢，在基本上我们是亚热带，所以你要在一个亚热带去种温带的作物，基本上就有相当的难度。最大的一个难度就是我们的雨季，还有这个小麦本身的耐热性，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小麦在我们现在的栽培制度里面，我们是没有办法放到主要的作物的生长期。当然，考量到台湾的粮食自给率提高，事实上，台湾每年从国外进口的小麦数量相当多，大概有110万吨。可是台湾本身生产的量很少。那到底台湾是不是适合种小麦呢？事实上，台湾在冬季里作，大概有3到4个月的时间，这一段时间大概可以种小麦，就是这一段时间，通常是在每年的11月到隔年的3月，因为这时候是比较干旱的季节，在中部这个地方比较适合种。古时候台湾抢走的维持乡一下规模，有条件去种西芒米。那小麦在大雅这个地方，目前看起来
以东里做这个观点来看，还是 OK 的。是，那我们现在就是过去很久没有种小麦了，那我们怎么样在大雅这个地方，让它的小麦能够造成一个区域性的这个特色，在品质上、在产量上都可以达到市场上的这个诱因的这个要求。那我们第一个还是要改善它的品种啊。那不管你看现在这个，只要稍微湿一点，它的病害就出来了。在我们收成的大概3月份左右哈，如果说保持这个雨量少一点的话，收成会比较好，因为这个东西很容易发芽。如果连续下雨，大概成熟的时候连续下雨到4天左右，它就会穗上就已经发芽了。再过几个礼拜，梅雨季再来嘅，有啲麦田已經土搶樹，一啲麥田係有機嘅工作。錯嘅老麥嘅強盛，產量本來就唔多，下嚴重嘅係調嘅來說，有限嘅產量基本本其實都差唔多嘅。天厲害就天地嘅調嘅嗰條安尼，當然講我用炮嘅去打也無效啦，用那個氣嘅去撞也無效啊，種個食材去食成在安尼就安尼。如果你種小面積的話，它的天敵就是小鳥。其實小鳥吃的哈，可能因為冬季嘛，沒有什麼東西可以吃啊，所以說小鳥就看到麥，它一定下去吃了，而且可以把你一大片都把它啃光。農民當辛苦，種細麥面人工成本比種禾嘅行較高，現在合乎台灣天時嘅抗病性、耐熱性、耐濕性行較好嘅細麥面品種行較重要。過去台中選2號是大概還是基本上耐熱、抗病、抗蟲，它是有強調的。可是對於品質上，過去並不是它主要的育種目標，所以後面接下來的我們可能要種在耐熱。就是因應氣候變遷的這個熱，因應氣候變遷的耐濕，再來呢提高它的這個穀粒的品質。每一個品系都不一樣哈，葉片啊、它的穗啊、它的芒都不一樣。事實上，培育細麥米品種嘅研究幾件好做嘅，也規太大本苗嘅保護等嘅麥田喺台灣青態細麥米實驗室。台中農改場同國際寶碩細麥米研究中心合作，引進了700種細麥米的品類。那這裡面每一個區塊都是代表不同的品系，那我們做一些栽培調查，那看它能不能適應我們這邊的氣候。那之後呢，就是做一些品質的調查，那這個品種在台灣它的表現怎麼樣？那最後希望從裡面能夠選出一些比較適合台灣氣候的。而且國際玉米小麥中心它也很有興趣，它也希望台灣這些調查的數據能夠回饋給他們做參考，也可以做以後其他亞熱帶地區做小麥育種的參考。農政單位如果能夠研發，就是選一些比較適合本地種，而且它適合做麵包、做我們食用這方面的品種，應該農友種的那個興趣會比較高，而且大面積種植的話，它成本就會降低一點。台灣的細麥米做得講係99%進口，當然有自主性。檢菜正經發生糧食危機，泰雅也維持等嘅銷量政策就當有意義嘅。台灣細麥米農民維持等嘅生產技術，保係嚟親民嘅生機。雖然這個小麥類可能在台灣它並不是它最好的氣候，那當國外的環境，譬如說它的生產環境不好，它的價格也上來的時候，它們的競爭力會下降。那我們維持的這一塊的產量和生產品質的這些生產技術呢，就可以回復來幫助我們來做生產。那個時候我們的作物就是會有競爭力的。我覺得這個對於一個做栽培、維持多樣性這樣的觀念非常重要。尤其是小麥的自給率，因為我們目前幾乎99%點多都是由國外進口的啦。那為了要發展我們本土的產業，而且這個也算是一個糧食安全的問題哈。因為目前在大雅這個地方，為了要保種，好，這個種子一定要保住。怎麼樣才可以收割啊？像變黃的時候，它就可以距離就90度這樣就黃了，就可以就這樣就可以收割了。
欢喜舒适的同时，值得问一下的是，台湾预量了作物的环境，还是外为主的生长内容。不过也国人是行较多的，电都会抢做得到种铺做冬季作物的西芒米。水稻是适合我们种的，可是我们吃的量是下降的。小麦其实不是适合我们种的这些温带作物，但是呢，我们的饮食习惯的需求却逐渐的增加。如果我们的饮食习惯不做调整的话，那我们没有办法去增加我们适合种的作物的消费，那这个趋势是很难挽回的。台湾饮食结构细化，使之到粮食刺激率亦是外国当洋葱，比西芒米下洋葱的是，一般讲黄烧肉当中的黄头同包粟，台湾係100%以是进口来生产肉嫩类。係講過唔到食氣候飯，想要提升刺激率，對台灣來講，行係一條當長的路。